市政府、还有附属机关、还有学校，这个尾牙一律停止。那市政府所举行的大型活动我们都协调改到这个延期举行。今天部长也有说明有裁减了464位，那目前都是阴性不过有些会做2次裁减。那案例838跟839的这个活动的轨迹那我们这个初步已经有这个进行第1轮的疫调，那么有3家去过的场所，因为这个人潮比较多那因此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公布场所，包括大江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店、正宇古今国际店。那这3家我们都通知他停止营业1天，那进行这个消毒。那另外呢，我们针对11家责任医院，我们市政府卫生局针对防疫物资，包括病床调度等等，那么也会这个积极协助确保这个医护的这个防疫能量能够保持。那另外针对这段时间的秋冬防疫专案，那么市政府、还有附属机关、还有学校，这个尾牙一律停止。那市政府所举行的大型活动我们都协调改到这个延期举行。那民间的部分必须按照防疫规定，民间如果有其他活动，必须按照防疫规定。那么8大场所这个戴口罩，包括这个量测体温、勤洗手、酒精消毒等等那么必须要这个积极落实包括刚这个8大场所呢，也包括了教育学校的部分，我们会加强宣导。那这个报告大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2例的本土的案例那一位是医师一位是这医师，那因为大家进去我们的隔离的病房隔离负压病房替原来 COVID-19 确诊者在医疗中的确诊者那因为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进去插管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在1月8号从回顾起来，他觉得有一点点的症状。那到1月10号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报告医院，然后采检确诊。那是838那839是护理师是护理师。那不过呢，他们基本上在判定上应该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应该是他们算是密切的接触者他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在这里面大概是在社区，这里面有2个案例，一个是在医院的一个医院感染，那一个是在社区的感染。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从昨天下午开始就紧急发动了所有的疫调跟所有的医院里面必要的一些处置。初步来看这个病例在医院里面并没有造成院内里面有这样的感染扩大的情形那我们匡列了非常多的人原来是匡列442匡列了442人，那今天早上又在匡列了22人，那所以我们刚才是在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里面采检了464人总共采检了464人，那全部都是阴性。那这是在院内那院内我们除了做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些采检之外我们在里面在暂时里面初步先决定这医院现在是在住院的部分只出不进。那838的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相对比较完整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的大概有3个地点：大江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门市，
那正宇五金行、桃园国际店，好，这是838的一个相关公共场所的一个足迹。那至于839哈，他有跟我们讲了一些的他有去过的地方。那桃园卫生局也根据他的一个口述，去相关的地点进行消毒。那有一些今天也停业。那不过我们在进一步的在核对，基本上有一些区域他去过的是在他感染期之前的。那他只是凭着他的一个印象里面讲出了一些地方，那所以我们觉得这应该要更精确一些，所以现在跟警政单位在核对，透过这些相关的这些系统，然后还有一些相关时间再跟他再对好，那下午如果我们这清楚，我们随时会给大家来公布。那以上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